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屯屯时代的进步，更加几多人都有斜杠的人生。同时，我哋更加几多传统的行业，嘛开始发展出无同样的同本业无同样的一啲产品啊，无路路线。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咯，一個貼片，伊雖然係基層伊錄下嘅一個翻譯店，但是伊用伊自家幾新嘅想法，同一種創新嘅一種思維，把我哋翻譯店變化成幾多新嘅產品，我哋馬上分享到我哋今日來自屏東萬萬嘅楊彩雲先生啦，講來先生，彩雲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萬萬嘅楊彩雲。彩雲，你這個係萬萬人，這個嘛講嘅客法講暗號，但是我過特別咧，我還是問一下，你係咩行業啊？我係行業啊。因為做乜人問？因為即係講，伊也俾客法講嘅暗裝吼，但是來自我哋屏東綠隊嘅萬萬吼，問伊係咩行業貴，但是伊也俾想啦，用吼熊，一般來講我哋會聽到，像用嘅人應該係外省人。係嗰種嘢，人同佢講。係，但是你這個係行業。行業，因為我爸爸嘛係萬萬嘅行業，我媽媽係泥鋪嘅行業，我本身都係行業。係，嗰時萬世都睇萬萬睇嘅。對。啊，你這個對客家嘅文化感覺，應該講，你這個對客家種，這個對客家文化有乜嘅影響冇？我萬世都從我哋幾多路卡嘅時節，我哋都係去啲貨房，其實我對萬萬嘅貨房我都幾好。係，因為貨房都係大家攏窮鄉嘅嘛，佢哋窮下隔壁鄰舍全部都係一家阿叔啊、阿伯啊了，係，嗰時過年過節，大家都會過來創業，因為同一個主公嘛，係咁，安尼過鬧嘢，我都覺好呢感覺。唔多都要講到貨房，嗰時嘅貨房係你用家貨房，用家貨房，像用家貨房係萬萬嘅哪呀？嘅白公下好杯，白公下好杯，係。其實而家嘢嘅貨房萬彩冇。我後邊聽阿媽媽講，嗰種提升過後，嗰種塌掉了，你根本冇人喝的。如果他個人攞貨房蠻有啦，但是他個人都曬出來，但是要把體重又多少又變喺度頭嘅，我覺得幾可惜。因為從頭到我哋咧彩雲講嘅，其實用家睇萬萬係一個幾老嘅一個家畜，因為當初咧開墾萬萬嘅一個家畜地方都有啲相用嘅，只是講。早期啊，都相用嘅我哋咧先民開墾萬萬以後，有啲人都把開墾嘅土地啦，嚇全部買喺落歸去中國，嚇但是都留下也記啦，還睇更加嘅萬萬，所以更加有啲萬萬嘅用家主卡，跟住有關係冇？係，因為阿叔。阿叔，嗰時等於還是也一拍嘅啦，係，我哋強佢哋做工嘅啦，強佢哋做工。嗰時我哋都其實開係翻譯店，也翻譯得可以叫啊。怕有5、6年咧。5、6年，其實嘛幾叫嘅呢。但係如果唔單止係用家，也要想同嘢開嘅店嘅，其實嘛係啲算是睇客家嘅文化同客家慢慢嘅歷史裏邊，算是一個幾叫嘅一個店嘅啦，係啦。即係從這個。什麼的行業？譬如講我哋見面去萬萬，嚇，除咗主腳嘅以外，係我見，除咗主腳嘅以外，唔會帶朋友去萬萬嘅嚟。從我帶朋友講，我學嘅5-9歲，係，因為之前5-9歲，我去嗰啲從我講嘅貨房文化，而家地方嗰度保存得幾好，嗰度100年嘅嗰種貨房，然後有嗰種人文風情，還有嗰度客家好食嘅美食，係。我都幾好嘅地方，嗰時候我包括我自己去嘅婚紗嘛嗬，我都就去嗰邊去，我都選嗰度紅色磚瓦嗰種嘅去來，我要做黃色嘅嗰啲婚紗，看起來幾鮮明，幾鬧氣。嗰陣我想到講，即係結婚嘅時候，我想到安尼嘅有客家嘅文化，冇到傳統文化嘅背景，迄種嘢婚紗這類嘅背景。因為想講我喺客家人，我用婚紗嘅方式，可以俾朋友看到，我哋慢慢唔係那有主卡，還有嗰鬧嘅建築，係嗰好食嘅東西，我冇法度用婚紗用食東西去來啦。不過我剛剛安尼用安尼表達，大家都會比較去看到這一面，對。從這個萬世睇萬萬睇，後來睇有睇外面讀書冇做寫過冇？有啊。
我之前其实我一毕业我喺提，其实家做上班，过到后背，我其实做过多东西，系同我读卡腾书做公益彩券，嘿，我都后来到高雄去做会计，到最后冇做，我都加人嚟到台北去嘅。嗰時後來你其實慢慢的你冇睇慢慢啦，後你喺外面工作，然後最尾又加翻台北去。嗰種人嚟睇我去喺以後，過來點解過來？因為而家過來接人韓國嘅嘛嗬，而家過來以後等於講行一轉又過來，又特別感覺到講慢慢冇同樣啊嘛。其實我嗰上改變，我同我哋有啲團隊啦，很多慢人團隊，很多我係慢人團隊嘅意思啦，係我都想改變講，其實我係按當然過來，慢冇變嘛嘅。冇變嘛嘅。冇變嘛嘅。你冇啊！而家慢慢而家煮下計。你煮下計，你煮下計，因為我哋因為講慢慢唔可以，那有主卡，不要只有主角。溫暖有很多，像人家講嘅嘛，仙人掌啊，還有594嘅啊，494嗰度全部嗰度客家文化東西。係，我們其實身為溫暖人，我們很想把它保存下來。就是盡我們的力量啊。可是保存下來唔係都等於講以改變唔係改圖啊？改變唔改圖意思都講等於講以而家慢慢的看向來，一路是冇乜嘅變化啊。咩我哋更加變化都會講。嗰種年代慢慢會煮卡，係，我都想講，因為我要讀古嘅錄卡食東西，我都想講，我哋食中藥行，我可以從中藥行開始，帶動慢慢一些冇營養嘅東西嘛。那我想講啊，做一條冇營養嘅東西，係茶包啊，或者你看像我哋那個冰磚，我哋都特別想我哋係。溫暖先鋒，其實我們正反面，嘅背面嘅都會寫溫暖先鋒，係，我們是6隊的先鋒是溫暖。如等於講希望講，讓他家人對溫暖的印象，唔係睇你都想到主卡，好，雖然有點困難，希望講可以把溫暖其他或者係嗰有彩體嘅特色，客家文化嘅一啲內涵嘅一啲地方，本他家人。嗰啲啲，好，譬如講我哋咧，其實4、5、9歲係算是我哋客家嘅一啲聚落地方，啲嘅客家聚落保存下來，保存嘅，保存最好嘅客家聚落嘛，嚇。然後同時其實睇我哋咧，我哋咧河壩地方嘅地方，因為飄飄河，哦，然後還有我哋咧流木嘅種子，好，核心嘅火房，核心火房，係啊。還有在過去一些，其實我哋常常我講，慢慢嘅晚間嘅有啲天主教堂，好，嗰種同人哋客家冇共樣，其實做起還是多多少少會有一啲聯繫嘅。係，我咪要睇起會。嗰時我希望講，其實人哋對外面過來以後，會希望講，對啲外面看過世面嘅人來講，我希望講過來也會慢慢，還有有人來慢慢嘅時間，好，唔好等大家講，豬腳街，好，是啦。然後等於都冇認識慢慢，其實慢慢係幾度會講嘅地方。像我要見家要幾年慢慢跳橋，都係幾鬧嘅地方。係，我嘛要去嗰邊去揾曬。像見家慢慢其實有幾度嘅點啊，即係頭都唔講幾度點，其實幾適合串聯行來用腳踏茶去看嘅地方。有見家其實見家有幾度安尼活動啊，係攞腳踏茶去串聯嘅條地方安尼。係啊，見家因為有啲啲嘅，我哋講獨立嘅書店。誒對，494嘅國際書店。係，等於你講係嘅林木貨房嘅一啲古蹟書店嘛，嚇，咪係一啲獨立嘅書店。嗰種看落其實也幾年慢慢嚟睇轉變。係，好，同時把伊即個改講嘅一種客家人文嘅風情，本客家人啲。好，一部分從你即個在地人來講嘅話，一部分係咪即個希望看到嘅？其實蠻希望看到安尼東西，因為身為慢人，其實我真係玩世多態。我唔好係講慢人某個地方，其實我真係唔知，我真係唔知。像仙人掌嘛，喺我嗰條同學過來，例如睇研究，佢是研究講，我同一團慢慢做某個東西。佢是講慢慢有那條東西，講好嘿哦，慢慢有安尼東西哦，有個地方哦，我唔知呢。可能我即個喺慢慢人，我都唔知安尼地方。嗰時我都想我帶我啲體驗嚟看看我哋慢慢，唔係慢慢煮烤，係慢慢咯，係。嗰時
安尼行过一阵久了以后，咱发现到以前对慢慢唔熟，但是更加透过几多年的一种努力，吼，唔管系文史的专家啦，吼，无论讲我哋采体的一啲文史学者，慢慢的把慢慢的一种特色压出来以后，咱发现哦，原来以前的戏歌唔伫个嘛意思，无论讲根本连谈都冇谈过，原来遐安精彩。可像这个本身睇归来接入汉药店的话，当初侬为什么归来接汉药店？汉药店因为爸爸妈妈老的啊，啊，路卡无嘛，个人可以食入个中药店的，他个人都冇兴趣。咱个即个晚西都同个妈妈都从骨小到骨重，系拢去去下，因为嗰时我哋喺睇开人上行嘅对面。睇邊做一啲木嘅，睇佢中藥行，佢細間啊，嗰時候即係等攏過去呢配合，我請我同我媽媽去啲睇溫慢，係嗰時候我每次下課都會同我媽媽聽書，啊嗰時節嘛喺中藥店嗰生錢嘅，都係個生意嗰好嘅時節啦，係冇從更加都係有間步以後都冇按好嘅。幾時先差唔多去到歲啊？差唔多7、8歲啊。7、8歲。係7、8歲都聽書誒。係。因為聽書楊師傅啊，聽書楊師傅八陣啊你啊，啊當時聽那都聽書難呢，係啊，講過我比較艱難的我就沒有辦法了，係啊。嗰所以啲晚世如果聽書爸爸媽媽菜完睇而家本人以後看到碌下爸爸媽媽一來一路，嗰所以還是回來慢慢去接觸入嘅漢藥店嘅一啲繼續行下去。但是如果把入漢藥店經營嘅養老，下一段節目我哋馬上同講，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灣民嘅楊彩雲先生，同你講以當初樣嘅會接下碌咖啡嘅漢藥店。我想問一下彩雲，因為其實漢藥店算是一啲算是特許行業，而唔係講像一般嘅雜貨店，唔想要開都可以開，嗬。其實以對樣嘅開業有一啲限制嘅條件。咁當初想要開業嘅中藥店。你這個本地除了講晚西睇碌下有聽書以外，佢像這個有書過也要專業嘅訓練冇？有㗎，因為當初上一古日接嘅時間，讀到嘅義守大學都有講有睇開課，開嘅呢中藥從業人員嘅課，我都去上係3蚊嘅課，係啊，因為醫生佢話我嚟查嘛，講按要睇下上班冇，我係說晚西都係睇下片，我從台北古來以後，我都喺睇到卡聽書嘛，我都一天睇一邊上班嘛。啊，由於3年嘅那個學分有了，所以我已經有繼承的資格了。因為法規是以前是不能直接繼承，對，現在是要有這2個資格我才可以繼承。等於如果第一你這個要有去上過課，好有經過專業嘅訓練。第二如果你這個有正式睇入嘅地方上班經營上班嘅一啲記錄，哦，安尼番喺邊都可以去經營去接入嘅漢藥店啦，嗬。嗰時像因為以前佢做漢藥店遇到個睇問題，你講緊咧台灣差唔多一般嘅漢藥店冇辦法要繼承下去，哦，因為更加法律是希望講漢藥店係用藥師嘛，哦，但是其實更加藥師來真係來接漢藥店嘅人佢少。好，嗰度當然會希望講，當初都睇我哋漢藥店本地去訓練嘅生意咧，好冇落學，就像我哋或者睇你碌下聽書嘅生意咧，哦，佢有一啲機會繼續去接入漢藥店，但是頭先又咪講到講，其實進步以後漢藥店嘅生意差幾多啊？係啊。看幾時間我想到講，生意差咁多誒，哇，怎麼話去接入行業咯？其實一個重要嘅東西係真係幾好嘅東西啦。我想講，嗰隻生意唔好，我哋想辦法，可以有辦法可以改變，可以更加人，因為從更加從保育嘅，冇人愛保嘅啊。年輕人哪有在
在煮这种东西。我想讲，我有某个法度可以行伊等来，我马上是补，唔讲我唔好按麻烦。你嗰時我研究講，我媽媽講啊，如果有某個藥材，我想辦法去做成茶包。你简化那个炖布的这样的程序啊。等于如果利用人家现代人希望一种个假个方便的方法，把以前我拿来摘啦，或拿来煮的这种药材变成一种茶包，用人家人希望个假个快速的一种方法，让人家人可以慢慢的去接触到这种的传统安好的中药。那从这个过程地方，等于如果你这个还是要有对以前的譬如讲药材啦，防治啦，一部分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从这个完事听书的时间，爸爸妈妈如果教营养的系咪？系，你反正有人下来，你讲爱来看有乜个东西，是否有哪条东西，后来看也系乜个叫记，无如系逢做乜个人嚟看，你安尼健看健看，嘿，不过都健康啊，食的时间都蛮简单的，我都食讲，一个东西迄乜个药性，嘿，乜个名的，因为健康药个真的太多，我妈妈给药柜的上面给写慢的给药名的，健康最困难就系记药名的同记标的奶，标的奶，记几块记。咁一般来讲，譬如讲，你即个喺客家庄，有人嚟讲。天日晚嘛有特别某个季节、某个时节，我有譬如讲冬至的时候，我炖布有冇多冇，还是讲其他地方我有某个无强有冇特别的一种中药的这种配方啊？像更加无像农摆差不多。妈妈你讲冬至的时节你准备的准备吞素的系差不多冬至的前一个礼拜就开始，外鬼无限的，准备的。不过更加到冬至。到当天，拢无乜跟人一样。以前根本连头讲个冬至鬼无限是无限嘛个东西。如果他讲嘢，为了养色权啊，色权太补系养补一冻啦吼，补一都等于补一冻，嗰种冬至嘅时节，鬼冻人会养补，但是而家眼泪也少人养补嘅。嗰少。养人起码个农业边度？因为更加人天都爱防偏嘛。爱防偏。我炖啲补，我唔当去食啲乜嘅。干煲药嘅，你干煲现在中药诊所也有嘛，中医诊所也是有，可是他们就想说直接有科学中药，嘿，是这样直接就药粉，我就很快，我唔是花个时间去看到个煲都出货来无安样诶。係啦，而家人真係都冇辦法，像以前嘅人話，我睇啲火爐前面慢慢嚟去燉藥嘅嗬，其實而家人希望嗰種佢個快速，個方便。科學中藥啦，無得講西藥呢，即係嗰方面，天醫都真係都健保，驚開到好有啲沒有納入健保嘛。嗰等於講冇納入健保以後，其實也要收費，要花錢，如果比健保其實我哋可能拿一啲100元嘅手續費，你可以看藥嘅，你可以看病拿藥嘅，但是其實相對方嚟睇，我哋好用點嚟講嘅話。花錢還是夠多，但是其實好像啲已經人需要也好幾千人嘅中藥嘛係，嗰時其實佢對人嘅嗰種產生嘅效果其實嘛有幾多。佢從這個從台灣來講嘅話，其實台灣係一方面幾熱嘛幾濕嘅地方啊，咁我哋嘅漢藥材我用嚟去保存。保存你係其實有多中藥係拿過來，你係已經處理好嘅，處理好你會。冇比直接塞到熱條，不要讓它潮濕，潮濕像有多藥嘅，像蓮子啊，還是像乜個鳳座、柑橘嗰種東西，有多舊嘅，有多上古嘅，有多人講有古嘅藥安尼，嗰時候我哋會想講，上古嘅東西要變本上，嗰時媽媽講，要保存中藥，都要到本上，嗰時等於講係，譬如講你見邊啲買嗰度嘅補藥啦，譬如講十全太補啦，是會等於買過去以後，大部分攞冷藏咗嘅，將個本上地方。係，嗰啲人買我哋唔係見邊啲愛食地方，你行嚟講我變個本上好，保存係最好嘅，嗰新鮮呐，係啊。嗰時將按你嚟講嘅話，其實我哋咧漢藥店嘛係行一啲傳統行到現代一啲路中間嘅時節，因為其實而家大部分人都因為是西藥嘅關係，冇得講因為現代嘅人
布条个夹，嗰属于希望伊个个快速个伊个东西。嗰是像以前我哋话杂药嘅嗰种方法，其实已经冇适合现代人咧。啊，头多人就讲，其实我哋于是我把药材地包嘅东西变成伊个茶包，譬如讲我哋现场看到如係伊个茶包，像嗰個茶包，我發有乜嘅功能嘅茶包啊？像我哋一個有洛神花茶嘛，有當然會降血脂，洛神花要降血脂，像人家嘅防疫，像人家我哋嘅 COVID-19 咩，嗰當然講我哋唔會，就是我們就出一個防疫茶，因為人家本來都是亂養藥嘅，養藥補種講嘅，佢麻煩嘅，你食隻團出一啲，你吃隻泡都可以一包，嘛有防疫的功能嘛。啊，像我哋最近買過好嘅都係潤肺茶包。你潤肺茶包也會保養嘛，可以增強你的抵抗力，然後它也可以，有的人喉嚨不舒服嘛，可以有點像止咳，它可以化痰，然後它可以潤肺。而家有個潤肺茶包，係對現在這個社會是最好用的啦。佢像安尼話等於講，伊直接不用去查嘅。用熱水裡邊去沖出來。係，我哋都係用一啲差唔多一啲保溫瓶，差唔多350cc，係，都用熱水給它放上去嘛，放350cc 的熱水，差唔多8分鐘都可以食得。哦，8分鐘都可以食。係，啊，唔過要泡會又有米絲，係，我哋呢潤肺茶包係唔偏就嗰啲很有那種清香的味道，唔會有嗰種貴味嘅中藥味，係，然後食起來按甘甘，你底部要加甘醋一啲，係。嗰種點解你現場嘅都係一個潤肺茶包係咪？對對對。嗰種而等於講，唔即係已經把入嘅藥材，本來我哋拿來摘個藥材，把它打面來，比如茶包裡烘乾跟末打成粉末，然後按你一般人都等於講米液一包都拉白，是一包，然後把它沖到用到冇米絲，沖到冇米絲就可以嘅。嗰種嘅米頭是可能用呀？是可能啊，是可能啲，就是甘甘，幾香，聽啲嗰種中藥嘅味道都幾香。係，因為嗰度嘅茶包泡好來都冇乜嘅味道嘛。但是因為也會中藥嘅味幾濃郁。嗰種批到都感覺到批到藥味都有，批到藥香都感覺到有一種有效嘅啦。還蠻鬼唔爽快哈，冇都係嘅有痰啊，還是怎樣的，就覺得好像鬼味的還蠻鬼安尼用所以也個其實會有那種緩解的效果。因為試下落去以後，你第一個當然都頭先阿明哥講嘅咯，伊個味道都真係幾香，伊個中藥嘅味道一定香。聽見你講，伊這時候呢，我有一些感，有一些負感啦，好，一些負感，然後等於有嗰種藥性嘅感覺，會俾我睇伊個味道。佢像唔難嘅話，等於傳統嘅中藥，我哋按驗好嘅即個規則。按人家去把伊洗走來打面來，不用地方，不用他個個方便伊使用。佢當初做安尼個，等於講，但是中間咧講，幾多路人即個做呀？係，我哋人家是講，攏喺我哋即個團藥嘅先養好，人家會負責幫我們打粉的廠商，打粉的廠商，然後他拿回來給我們之後，我們再自己分裝。哦，咁樣是夠簡單。係因為其實中藥材要打粉啊，幾快打？係，因為有到會濕的。嗰種等於做好嘅，有啲推廣嘅打面嘅工廠，過來讓即個變成一啲茶包，咁你真係方便幾多？像健康嘅陣時夠方便，像媽媽等經驗帶到，乜個東西都係即個用，炒藥嘅嘛即個炒，如果我哋健康就幾好喲，冇像我哋幾時節幾辛苦。聽到時代轉變，我哋咧可以研究佢，伊嘛有冇一個新嘅轉變嘅方法，同時對於我哋健康嘅新冠肺炎，伊嘛推出嚟一啲可以幫他個人哋得到新冠肺炎以後，可以慢慢嚟去分嘅這個症狀嘅茶包。休息一下喎，下一段節目我會同講，一定咪有包括其他嘅產品，馬上過來喲。翻過來，復起來嘅，上一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萬萬
开研中药店的彩云小姐同我们讲，伊就针对到我们一摆新冠肺炎，又推出了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茶包吼。嗰個小請問一下，因為其實我哋現場地方除了我哋茶包以外，還有啲包粿醬係嘛？包粿醬誒，上面有小花的係嘛？哦，記得我哋防蚊的香包。哦，防蚊香包，粿醬呢吼？係，記我哋特別係，因為個米是有當然講愛我防蚊香包。我貴買啊，係都唔想帶出門，係掛路卡，快款時，我哋想講，我等佢做啲隨身攜帶嘅，看越來越過流行，越過等於食，係，嗰時候設計安尼，一啲馬切體腳門咧，好，因為我冇感覺上面嗰啲漫畫嗰貼咧，嗰段同依啲我哋載體嘅啲藝術家合作嘅咩？係，唔係嗰啲我哋那個，像我哋有啲團隊，很多慢人團隊嘛，一啲不有啲很多陳志炫，係，伊特別同我哋設計的。對，我今日翻藥店已經唔係讓自家單打獨鬥啦。對，他們跟我一起奮鬥。要變化出無共樣嘅一種產品內容嘅時間，一天都無共樣嘅團隊，無共樣嘅專業嘅人做合作。啊，比如講那個安醬嘅布，以前我哋我用安醬嘅布，有啲縫製嘅包包，泡嘅雕去嚟，係泡泡嘅雕好嚟像滷包一樣嘅，係。但是你看，你看好來路，讓至少帶出去，我感覺到粿醬，吼，佢像一個粿醬嘅香包，那上面有啲粿定下嘅一個圖形，吼，有啲我哋咧算是一個載體嘅藝術家，一種設計嘅。但是我最感覺到今日看到粿條，我感覺到佢貼喺你講。請問一下，還有單份挑粿有冇關係？哦，挑粿路其實真的就是誤打誤撞，因為我媽媽不是，我煮過多安尼好食東西本我哋親戚朋友食，啊，路客人食，啊有一日路我同學來，伊講我做好嘅挑粿做啊好，唔帶回去食，係，伊就拿回去食咧，有個東西安好食，係我媽個做嘅啊，人講重要，安定儂唔會拿來賣儂，其實我那有想法講，有個東西可以賣哦。伊講真嘅啊，因為食起來都係重要，唔過唔會安尼，唔係平常嘅滷味嗰種感覺，都會個特別，因為也是本呢，是冷的。哦，也是冷的，不是水味的。它不是熱的，對，它是我們煮好之後把它冷卻之後冰鎮，然後要吃的時候是整個退冰再直接吃。咁我俄羅斯看到，因為我實在是冇看過人家講，中藥店地方也有賣。我哋咧挑粿，按頭都講我其實本來係媽媽煮本嚟食的啦。係。嗰時候，但是冇想到你啲朋友感覺到幾好食。伊人感覺幾好食啦，你可以試看咯，伊都會 QQ。幾好食，而且幾香。幾香係，啊有啲甘草同啲白講嘅米線，因為我哋那種手工全部緊炒緊煮，唔係像人家安尼燜着在那邊煮的，係。你睇白講米幾香。哦，比一般咧我哋講。挑粿來講嘅話，其實伊幾香嘅白講米，而且白講米。不過伊嘅米線幾單純呐，伊唔係講幾多化學嘅嗰種米線，化學就是一些化學成分的味道，它很單純。你味道都幾溫和，可以唔單止有白講，佢講話有嗰種 selfie 啊，這種冇香嘅，當然係商業秘密。其實它沒有放很多的中藥，真的，可是它就是很單純的味道，就是會有，就是 QQ 的，然後感覺就是。很有甘甜的味道，對。呀，喂，對學生員來講嘅話，哦，真是。係我哋都學生員嘅幾好。一定好哦，一定好。幾好。你是自家做又安全又衛生。係。但是有啲佢貼喺度講，伊做乜都麻切咯。麻切一個東西，都係當初我哋有一個團隊想講，我哋做一個東西係想講，我哋就用乜嘅名嘅過好。啊，到我哋嘅貼背有啲團隊很多建民，而喺我哋。應該是說他也是個科普教育從北部回來的北漂青年，對，我們就剛好又是萬巒人，然後就說，嗰種有看到啲論文，錄下個等錄卡，開眼雙行，因為我們家這個開元中藥房以前是個開元雜貨店，開元商行，100年的雜貨店，然後他就寫說，以前好像100年前有被馬賊搶過，200安尼，他講哈，還有也有搶一些食物啊，搶一些金錢啊，這樣子。我都想，模仿我哋都用馬切一個名嘅嚟做挑粿嘅名，個特別，係個特別很特別啦，然後又讓人家印象深刻。
也不会有人跟你一样的名字。而且伊迄的有故事内容的。真的也个店方还真的有安尼故事。故事有那种马车跳馆，等于那个。跟住其他的伊咧介绍你讲，你看连马车都好，如何闻香下马的伊咧跳馆。对，闻到豆干就下马。本来迄个马车，但是譬如安香，我加个落下错。可这你这个呢推出一个产品以后，也要迎合个反应用的呀。其实一开始我哋冇用打广告，人家还看到侬有乌贼豆干啊。乌贼豆干。真的，营业的讲，你们有卖乌贼豆干是黑的吗？他讲哦，不好意思，是马贼豆干，不是乌贼豆干。他就讲，是哦，那什么东西做的？我说中药哦，就可是有点买嘛，买有东西讲，安尼东西，像讲，像来讲的慢慢，如迄无营养的东西出来，人家想讲，来买几去松眼讲来慢慢买的。嗰时候买几去松眼以后，有东西是到侬按好食的。原来买啊，慢慢哦，原来东西哦。我说，那时候还记得喺过年的时间，都有啲什么诶，一啲小姐就大姐啦，就打电话来说，你们那个马蹄豆干有没有在网络贩售啊？我就说没有说啊，我可以买吗？我想要买来送给人家当春节的礼品。因为我等一下全素，我等包括连切的刀子、砧板啊、锅子都是就是没有碰到肉的，就全素的。就讲哦，也刚刚拿了松眼清货哦，所以他一口气就买30-40包，叫我就是宅配到台北去。那从那片开始，就慢慢的，永远打电话人问，慢慢打电话人问，安尼。咁而家就副业做比本业嘛高。因为我做话嚟讲，因为其实做呢东西吼，他讲有没有可能讲哇，有安尼产品过后，能讲其实人工改动，人工一定动，对嘛？因为佢像头讲的啦，我相信跳馆唔係即個攞吧，唔係即個做啦，唔係跳館，但是係能即個攞，即個切的，攞跳館一件事情都冇簡單呢。係，因為法國度講係一片啊，法國度講，然後第二人係真空包裝，真空包裝。人全部都即個手工用啊！係啊，係冇法做。係啊，因為唔可能像人哋今日有時講人哋廠講，希望講人哋啲店方有幾多產品，佢從即個開個店嘅人如果地講，其實每啲產品後背後都大量嘅人工。係，錯冇？錯係，因為當初人哋開始推一個出來時陣，人家會嫌貴啊。不過像人講啊。都很人工貴啊，真的。人工貴，我覺得成本跟價錢是最困難的一點。係啦，其實冇唔錯，因為每一個產品佢嘅開始開發到一啲本他嘅人接觸嘅也同過程地方，最常嘅面對都有問題，成本同價格，因為價格係因為全部純人工，嗰個價錢我冇辦法壓下去。可是等到我變成講，譬如講過有名嘅事的，譬如講有一啲什麼買茶葉蛋呢？哦，買個裝嘅茶葉蛋，以後來都用算是半幾開始的時間，已經人工嘅都部分都過少。哦，其實也價錢都會降到一啲有利潤嘅一啲價錢啦。但是真係所有嘅產品，佢開始在用人工喺少量做嘅時間，其實價錢真係冇辦法壓下來。對，但是價錢冇壓下來，他嘅人家出又冇人講。好，也都真係都有啲上面兩難，但是我至少看出來，有啲講，至少採用這個把亞位學我哋講傳統嘅開藥店，好以用無營養嘅一種方式去做無營養嘅嘗試，譬如講希望講我哋鄉村人過一個快速嘅，好利用茶包，好，同時我哋而家講我哋咧香包地位，嘛把佢變成真係可以帶出去，嘛變得嗰種，同時向我哋咧推廣。一方面來講，跳館唔會同人哋中藥店有一啲關係，但是你看跳館裡邊用人哋中藥去攞嘅，嗰種從人哋一種創新嘅路來講嘅話，這個對近開入嘅產品來講，滿意嘅嘛。其實還有改進嘅空間啊！你像茶包樣嘅東西，我還想講，我會根據季節去變換，我覺得會更好。可是因為我對中藥嘅經驗跟專業度還不足，我還需要靠媽媽來幫我。係啊，叫做很媽媽來聽數，媽媽的軍師啊，吼，係錯的後輩軍師。係，我我依香港嘅阿 Q 啦，阿 Q 嘛喺中藥行嘅啦。嗰時等於中藥嘅世界，佢像咱呢，都見佢從事都見佢講，其實個人嘛冇一種嘢，吼，2年。
2年係安都已經從事做出了安多安成功嘅產品，對未來呢有乜嘅打算？其實我都想辦法可以多一點產品，對一些比較創新一點的產品。然後我哋就想，因為我有個團隊嘛，我們就想說可以慢慢加一些東西出來，係屬於萬巒的東西。然後我們就想要跟萬巒的商家可以結合。聯盟嘛，就是那萬巒那主卡誒，然後我哋如何想講，還沒辦個什麼小旅行啊，萬巒小旅行啊，或者是說，什麼一些其他的跟中藥有關係的活動，或者是說，像我哋那個團隊炫跟建明他們都有一個工作室，目前正在進行，他們就想說要把它串聯，把我們的中藥行跟他們的工作室做一個串聯。然後辦一些比較屬於萬巒的活動，不要是吃豬腳，對，然後就讓我們的開元中藥房也可以更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這樣。談行來等於講，唔知家當初對台北過來時，應該冇想到講過來萬巒還會有咁多嘅朋友。對，因為拄好愈係。一定都拄好過來，真的可以拄好，因為一定都想講，想要請一堆會在萬巒常住的青年，他們現在第一個看到就應該都卡又有歷史，又有中藥行，又就是以我們家為出發點，替萬巒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嗰時候其實過來等於有很多朋友強下行以後，一方面唔好按項目啦，一方面其實他個人強下一大邊時間，喺一邊行路過人。嘛，我行過法。係。嗰種菜園對台北過來以後，而家嘅雖然係一啲能講幾傳統嘅香藥店，但是睇一條路向而發現到講，其實幾多對台北無論個其他地方過來嘅一啲人客人，他個人鄉下睇萬巒，也可以他個人嘅故鄉鄉下來打拼，嘛希望講唔單止我哋開元中藥行，同時我哋萬巒嘛可以行出一條幾新嘅路。我哋今日可以感謝我哋菜園來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同開元中藥店嘅一啲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又來萬巒嘅花來我哋開元中藥行行啊哦。休息一下喎，聽我哋先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